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Cola， 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凌峰嘅8座，我會帶大家去睇呢一間擁有靚裝修、做齊家私嘅靚單位，首付都係只需要1成，相當嘅低，即買即住。我哋即刻去店去睇睇單位嘅情況。大門口係有玄關位，呢一邊可以做鍍頂貼牆嘅鞋櫃，業主亦都換咗電子鎖。呢一邊係浴室，原業主就安裝咗浴室寶同埋改咗旗杆，成個 design 都換過晒。即刻去睇一睇個廚房，相當嘅企理，成個櫥櫃、煤氣爐、雪櫃、洗衣機都換過。前邊就係客廳嘅位置。呢一邊係飯廳嘅位置，而另一邊就係客廳。我哋即刻去睇一睇出邊露台外嘅景觀，可以望到山景同埋園景，都十分清靜。呢一間就係主人房，做咗4尺嘅床架。而右手邊係一個鍍頂7尺嘅衣櫃，仲做埋書台，成個主人陶瓷都換咗，裝修過，全新嘅鏡櫃啦，座廁瓷磚，浴缸都換咗，同埋係明廁有窗。而客房方面呢，業主就喺近住客廳嘅位置做咗一道門，令到成個單位嘅隔音效果更好。呢度係其中一間房，轉過來係做咗一個玻璃嘅趟門，有另一間睡房做埋床架衣櫃。出邊嘅景觀都係望向園景。好快我就同大家睇完呢一個665尺優質又靚嘅筍盤，首期只需要60幾萬。如果你哋有興趣，即刻打電話俾我預約睇樓啦，拜拜。